这是他呗？对他。来，那个老人家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哎，你在那边坐到起，你莫碰到你了。那你坐到噻，坐哪里嘛？坐那里嘛。他以前有高血压没得？只有10来年，那时候控制得比较好。现在测起哪样嘛112的69，血压都不高。有糖尿病吗？还有冠心病、糖尿病都40年了。控制得怎么样嘛？控制得不是很好。那现在15点几。啊，15点几啊？老人的血糖已远远超出正常范围，可能会引发多种并发症，需立即赴医院检查。考虑到老伴年事已高，裴玉建议由子女陪同。也戴个帽子。要戴个帽子。几点钟开始红红火的？可能下午嘛，下午嘛，具体我们都不清楚啊，因为他们2个老的。只有他们2个老的在是吧？我们都不是很清楚。那等于说用药的话，都是那个老人家才晓得。我妈晓得，我妈是水上的医生，懂点儿，又不是很懂那种。2价双高和白糖皮儿是他去个人去买的吗？还是做那在重庆开的，反正那些年他都是在重庆开的药。用药的量不晓得，是吧？我妈她可能清楚点。平时都是2个老的住一起的，子女没在去，我们反正经常过来看一下，这就保姆啊那些的。连高血压的药、糖尿病的药都是在开起在吃。都在吃。我妈是最清楚。到了。有糖尿病，有脑梗塞、脑萎缩。因为他平时是2个老的住在屋头的，具体好久开始的不晓得，反正是个意识模糊。血糖在屋头测了一个15.4。哪个晓得他的病情嘛？病情啊，我们都不是，只有我妈，只要是老头晓得。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原本留在家中的老伴风尘仆仆地赶来。肚子那些痛不痛？不要。好烫哦。给他测个体温哈。不着急了嘛。不能动手就。